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歡迎來到越講越有料。77歲嘅羅家英剛拿落香港紫荊花國際影展頒發嘅終身成就獎，妻子汪明荃迫唔及待喺平台上發文慶祝，兩人嘅愛情真係太甜蜜啦。當年羅家英一句阿姐，我哋今生無緣做夫妻啦，汪明荃聽到痛哭流涕，令到呢段經歷咗21年風風雨雨嘅愛情有咗一個圓滿嘅結局。兩人雙雙離癌再存，互相扶持將近40年，呢份心情邊個能唔被感動？然而所有人都喺為兩人嘅幸福婚姻感到快樂嗰陣，汪明荃卻心生遺憾。佢感嘆自己冇早啲遇到羅家英，更嘆息兩人年紀太大，無法生仔養女啦。1985年，香港當紅男藝人何守信背住女友正躺喺一位舞女嘅懷裏偷歡之際，幾名陌生男子突然拿住相機闖咗進嚟，一番折騰之後，何守信同舞女性感嘅豔照就牢牢地攥喺咗對方手裏，而對方嘅目的都好簡單，就係要何守信一手交錢，一手交照片。睇住自己嘅不雅照，再諗諗對方嘅獅子大張口，何守信終於明白，原來呢場突如其來嘅豔遇只不過係一場精心策劃嘅仙人跳罷咗。諗諗自己嘅大好前途，諗諗自己體貼嘅女友，何守信好想俾錢咗事，但佢又驚對方回頭會以此長期勒索，搞到自己永無止境。無奈之下，佢只好主動撥通咗女友汪明荃嘅電話，可憐係地求住女友能夠原諒自己，並幫自己解決呢樁爛攤子。聽住男友嘅懺悔，汪明荃感覺自己嘅心喺滴血，但睇住佢可憐係嘅樣子，汪明荃仍然透過自己嘅人脈關係聯繫到咗警界一個位高權重嘅朋友。佢希望朋友能考慮到男友係名人嘅關係，低調處理呢件案子。但天下邊有唔透風嘅牆，就喺事情有條不紊咁進行嗰陣，媒體唔知從邊度得到咗消息，直接以 X 先生為名，大肆報道咗呢件桃色勒索案。喺媒體嘅大肆報道下， X 先生嘅真面目都逐漸浮出咗水面。無處躲藏嘅何守信好快就據咗各大媒體嘅頭版頭條，就連汪明荃都無辜捲進咗呢場醜聞當中。喺歡樂今宵嘅舞台主持咗只係1年嘅功夫，何守信就事業愛情兩手抓，一邊同汪明荃成為咗黃金組合，一邊將歐家慧娶返咗屋企。當時嘅汪明荃一邊要忍受事業上嘅壓力，一邊仲要忍受婆婆俾佢立咗嘅豪門規矩，亦根本騰唔出時間去發現何守信嘅魅力所在。喺汪明荃婆婆嘅眼裏，汪明荃完全就係唔守婦道，已經成為人妻，但仍然要喺外面拋頭露面，唔單止失去咗小朋友，仲嚴重損害咗佢哋劉氏家族嘅體面。眼見婆媳關係已經到咗水火不容嘅地步，丈夫劉昌華卻無可奈何，因為佢都分唔清邊個啱邊個錯。正喺呢個時候，喺何守信嘅幫助下，汪明荃說服咗台裏嘅領導，接咗第一部電視劇《私戀》，同佢搭檔嘅就係舊情人鳳凰男。當汪明荃懷住激動心情嚟到劇組之後，未等同舊情人再續前緣，鳳凰男就因為醉酒鬧事被 TVB 解，並趕出咗劇組。但係呢點絲毫冇影響汪明荃嘅發揮，即使男主角唔係自己嘅舊情人，佢依然憑借呢部劇吸引咗唔少觀眾嘅目光。之後邀請佢拍戲嘅劇組都越嚟越多，而佢喺拍戲之餘同何守信搭檔嘅節目收視率都越嚟越高，兩人都成為咗名噪時嘅當紅主持人。事業平平無奇之時，何守信巴不得早啲將歐家慧娶進屋企，但一旦事業開始走上坡路之後，
何守信內心嘅網都徹底暴露咗出嚟，佢後悔自己結婚時間早咗，佢埋怨自己身邊有汪明荃呢樣嘅好女人，自己竟然冇發現，佢情不自禁咁對汪明荃動咗唔應該動嘅情。1975年喺一節目裏面，何守信忽然牽住汪明荃嘅手，宛如熱戀中嘅愛人有講有笑。但係汪明荃明明係何守信嘅妻子歐嘉慧嘅閨蜜，兩人拖手出鏡嘅畫面一出，瞬間轟動咗成個香港。搭上閨蜜老公嘅狗血戲碼，竟然發生喺阿姐身上，簡直令人唔敢相信。眼尖嘅媒體立刻覺察出咗兩人嘅關係唔啱勁，但汪明荃卻唔以為然。雖然外面嘅風言風語鋪天蓋地，佢依舊堅守住自己豪門婚姻嘅最後一道防線，誓死唔提離婚二字。但另一邊嘅何守信卻做唔到無動於衷，佢一邊同妻子歐嘉慧談緊離婚，一邊乖乖咁待喺汪明荃身邊，做好自己聆聽者嘅本分，聽住汪明荃要遵守豪門婚姻嘅條條規矩，睇住汪明荃每日遭受婆婆嘅冷眼嘲諷。何守信好心痛，佢恨唔得自己親自照顧汪明荃。好快就有知情人爆料，汪明荃同何守信秘密約會嘅時候，被歐嘉慧找到咗個證據，情敵見面，分外眼紅。兩人顧唔到往日嘅閨蜜情分，扭打到咗一齊。1975年，忍無可忍嘅歐嘉慧終於喺離婚協議書上簽咗字，一個係朝夕相處嘅老公，一個係無話唔講嘅閨蜜。有苦難言嘅歐嘉慧獨自坐上咗飛往美國嘅飛機，遠離咗呢段充滿背叛嘅婚姻同友誼。恢復咗單身之後，何守信變得更大膽咗。佢唔單止時常對汪明荃噓寒問暖，仲喺主持《歡樂今宵》時，對後輩戚美珍、景黛音同廖安麗百般照顧。除此之外，佢仲無所顧忌地同美艷花旦溫柳媚大玩曖昧。玩完之後想抽身嘅時候，遭到咗對方大罵，並俾佢扣上咗花心渣男嘅帽子。睇住自己嘅藍顏知己玩得如此唔亦樂乎，汪明荃心裏好唔係滋味。可畢竟佢仲有一層劉太太嘅身份，即使心裏再唔滿，佢都唔敢發出嚟。有一日，已經唔需要靠婆家施捨嘅汪明荃終於忍唔住咗，痛苦地做出咗離婚嘅決定。走出咗呢段規矩甚多嘅豪門婚姻之後，汪明荃本以為自己會同何守信從愛情走向婚姻，可事實證明，終究係佢感情錯付咗。1985年，同何守信公開關係僅2年嘅時間，何守信就送俾佢一個重量級嘅炸彈，亦即係文章開頭嘅嗰起桃色勒索案。喺呢場轟動全港嘅案件中，何守信係受害者無疑，但喺案件背後，卻係佢對女友汪明荃赤裸裸嘅背叛，以及佢個人五彩斑斕嘅混亂私生活。而汪明荃本想顧及往日情分，幫何守信渡過呢次難關，誰成想自己都被捲入咗呢場轟動全港嘅案件當中。面對外界嘅輿論，汪明荃深感冤枉。佢表示自己喺娛樂圈一直謹慎言慎行，可自從遇見何守信之後，卻三番兩次地被捲進輿論嘅漩渦。風波過後，同汪明荃默契合作咗10餘年嘅何守信辭職，隨後移民加拿大，留低咗佢一個人默默承擔緊一切。後來何守信娶咗藝人陳麗斯，談及同汪明荃嘅呢段情，何守信話：我同佢拍拖時冇同居，我由75年離婚至88年移民，一直都係維持獨居生活。何守信講到過去嘅戀情時，只講人生嘅遺憾實在太多，真正嘅愛情係辛苦嘅，亦唔係想象中充滿甜蜜同溫馨，因為要為對方付出先會有真正嘅愛情。同何守信嘅呢段婚外情，令到汪明荃受到深深嘅傷害，
導致離婚流產，以後再無生育能力。因桃色新聞分手嗰段時期，佢氣得患上甲狀腺腫瘤，一連睇6年嘅心理醫生，整個人顯得非常憔悴。對於過去，何守信毫不避忌談及，相反汪明荃早年仲有心有芥蒂，直至近年嚟先簡單回應我哋都老咗。呢句話嘅意思好明確，唔想再提及往事。何守信喺歲月嘅流動中，同陳麗斯都恩愛如初，或許係喺對嘅時間遇到對嘅人。再紅嘅明星都會回歸生活，接地氣嘅時候，只願佢哋平靜呢一生嘅大起大落。呢段世紀情感糾葛最終完美落幕。